咦？點解好似越嚟越少見到佢哋嘅？陸地坦克白犀牛，白犀牛雖然視力差，但係好彩仲有對順風耳啊！佢哋主要依靠聽覺同嗅覺去彌補自身近視同色盲嘅弱點。雖然作為第二大陸生哺乳類動物嘅佢哋體型有啲笨重，但係奔跑時速一啲都唔輸蝕㗎，最快可以達到時速40公里。除此之外，佢哋仲會利用自己嘅便便去分地盤。雌性白犀牛每2到3年生產一次，每年7至9月係繁殖期，懷孕期係17到18個月啊。緩慢嘅繁殖週期令佢哋面臨絕種危機。嬌貴小公主海牛，作為大型水棲草食性哺乳類動物，堪稱水中除草機，一年可以食8000公斤嘅食物。話佢哋係海洋清道夫，真係一啲都唔過分啊！海牛公主畏寒怕凍，每到冬天要移嫁去溫暖嘅水域。公主梗係要有優雅嘅儀態啦，所以佢哋嘅移動時速只有4.8到8公里嘅啫。呢一位潛水公主雖然體型巨大，但係實際上性格溫和，攻擊性低，好容易因為船隻同當地人嘅捕獵而受傷㗎。而水質嘅變化造成食物短缺，而家好多區域都已經逐漸見唔到海牛嘅身影啦。國民寶貝大熊貓，雖然大熊貓嘅多項繁殖能力指標喺哺乳類動物界名列前茅，但係原來佢哋能夠平安出世同長大係好似中頭獎一樣咁好彩噶。而多胞胎熊貓嘅機率更加只有1%。初生嘅熊貓 BB 都係早產兒，無論係取暖、進食定係排便都要依靠媽媽。如果喺一般嘅野生環境產下多胎嘅熊貓媽媽，只會撫養當中最強悍嘅 BB， 所以冇俾媽媽選中嘅熊貓 BB 幾乎冇可能存活噶。好似長隆熊貓多胞胎萌6歲咁嘅例子係好少見噶。睇完呢啲小知識之後，唔知你哋對白犀牛、海牛同大熊貓有冇認識多咗呢？呢啲為數不多嘅僅餘珍貴物種，等我哋一齊保護佢哋啦！